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过24M 新闻》，我是嘉豪。新闻一开始先甲大家讲恭喜新春快乐。接落来，咱来看今仔日发生什么款的大代志。武汉肺炎通报病例伫昨一日就增加70人，为着要区分肺炎甲流感，公费去流感会分开使用。因为武汉肺炎，中国发布旅游禁令，观光局也宣布各旅行社需取消去中国的旅行团。国光局预测，初一开始车会平，假日时啊加2成。初一的天气，北部会落雨，中南部是多云到好天。讲到武汉肺炎的情形，伫昨一日通报人数就增加70个，而且有106人来隔离。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在今仔日宣布，为了要快速区分武汉肺炎甲流感的病人，对正到2月底，甲公费的克流感应用更加快，毋是台湾人也会当使用。那经过医生的判断，有类似流感的症头，就正做是克流感的使用对象。面对武汉肺炎甲流感疫情的相同影响，为了快速分别患者，并且减轻急诊负担，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24宣布，自即日起到2月底，扩大公费抗流感适用对象。经医师临床评估符合流感的诊断者，不管他是什么国籍啊，我们都可以提供公费抗病毒药物啊。这是头一摆放宽，毋是本国籍民众公费到休，加上武汉肺炎23个通报数，一天就增加70例，总通报数来到134例，并且有106人隔离创下新高。官方唔敢代志，也将注意对象的定义放宽。以前是从武汉回来要发烧和这个急性呼吸道感染啊，那现在是发烧或急性呼吸道感染，那再加上武汉旅游史，我们就符合我们的通报定义。目前包括三总台、台城台、高雄荣总等8间大病院是武汉肺炎的下药病院，也毋过部分流感患者往往涌入这8间大病院急诊，造成大病院分流困难，也加重急诊室的负担。没有出过国的啊，那或者说没有去过中国的那可能你都不需要太担心了。如果有类流感症状，那应该是到你家里附近的医疗院所去就医。其实特别是武汉回来的，那可能才需要先拨打192再去就医。另外，对网络上散布的武汉肺炎无药通医，会当用类固醇保命等传闻，中人上强调相关不实言论千万唔通转传，以免影响防疫。也会请相关单位协助清查，若有不法，将依法究办。以正视听，记者综合报道。中国的武汉肺炎当日严重，中国在今仔日下晡发布旅游禁令，交通部观光局也已经通知旅行社，对境开始暂停出团去到中国。目前因为中国大陆已经通令各个旅行业、旅游企业暂停团队游，所以当然我们也相对的，就是我们赴大陆的旅行团体，我们也暂停。当然现在已经有在先电话联系了，因为很紧急，请那个各工会先用通讯群组先让各旅行社知道。观光局表示，中国在今仔日下晡发布旅游禁令，主要是中国武汉肺炎唔那严重，而且是愈拖愈侪人。观光局也通知旅行社需取消去中国的旅行团，受影响的部分，观光局也请旅行局进行公示。中国武汉肺炎疫情伫中国已经有880人受到感染，也已经有26人来过往。中国甲城市封锁起来，用到这款方式来防疫。目前已经有封13个城市啊，甚至中国政府阁发布命令，若准暗坎病情无通报，就会严格处理。中国武汉肺炎疫情到24号下晡3点为止，中国国内已经有28省出现了确定病例，累计感染的人超过880个人。当然，乌北省的官员、商务厅的副厅长黄苗红嘛感染到。为了防止疫情，除了乌北武汉市，另外还有12个省市嘛封城停运交通机关，要求居民无特别的原因唔通离开市区。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抉择，我们的愿望是，以短暂的困难，尽快的换取长久的平安。乌北省有5大防疫措施，包括旅行社暂停收客，已经成团的必须要取消，也是延期。所有学校延期上课日子，当政机关、企业单位、驻军甲武警人员，拢要取消出差。另外，暂停招商活动，嘛停止营运出入武汉的客运、航班、火车、汽车才大众交通。另外，即马当地嘛咧紧急架起一间专门的病院，要收容肺炎的患者，估计2月初3就会完成。İnsanlar işte valizleriyle bir şekilde evden çıkmaya çalışıyorlar.
pazara gitmişler şu anda. Alışverişlerini toplu halde yapıp hani evdeki stoklarını sağlamaya çalışıyor insanlar. 出租车到武汉郊区1000万人空巷，超市抢购一空，有什么买什么，就像世界末日。外面街道的脏兮兮的，都是垃圾没人打扫，医院全满啊。然后说现在死亡率很高啊，空气传播啊，其实都是谣言。 除了乌兰、铁江、广东、上海嘛宣布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已经响应，唔望会当防止疫情拓开。伫香港甲澳门嘛增加2个确定病例，目前中国政府阁下令，若是阮嘛疫情通报，会依法严格处置。记者综合报道。中国过年回乡人潮也互武汉肺炎对着人的搬线拖过较开，在日本、南韩拢出现第2名的确诊病例，越南甲新加坡也出现头一个啊。另外，欧美国家也出现怀疑的感染者，目前等咧检查。 中国春节期间，各地机场人真济，和全球感染武汉肺炎的病人超过800人。各国嘛增加为着武汉肺炎的确定病例。 With other cases reported in Japan, the Republic of Korea, Singapore, Thailand,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Vietnam. 日本甲南韩拢出现第2个确定病例。日本患者是一名40多岁中国籍男子，为武汉到东京观光的时阵，伫日本开始发烧、脑疼，大病院了后检验出感染武汉肺炎。南韩是一名伫武汉工课的55岁男子，伫登去南韩时阵检验出感染肺炎。 另外，伫越南甲新加坡是头一届出现确定的病例。越南是一对爸仔囝，因为老爸13号才为武汉到越南，已经确认感染肺炎，后生了后嘛验出阳性的反应。即马2个人拢已经住院接受治疗。而新加坡的病人是一名66岁的查甫人。We also need to be careful in that many people are very sick in hospital right now, and more may die in the coming days, and the number of deaths may increase, and that may give the impression of an increased severity. 美国、意大利、英国、澳洲甲沙特阿拉伯拢传出有疑似病例，目前拢已经进入检验的程序。美国病人是大学生，进前捌到武汉；意大利的病人是一名歌手，捌到武汉去表演。记者陈世彤报道。 为了团圆庆新年，在今仔日是30暝，因为前2天有人升登故乡路，所以大部分的车路拢是真顺。不过，国公局也预测讲，初一开始的车会平假日时啊加2成。另外，伫天气的部分，初一开始北部会落雨，中南部是侪云到好天。 大家大官小派提行李排队入站，为了每一天，台北车头甲台中高铁站也是出现一波坐高铁也是代替登去故乡的人，因为即个伫咧为了暝前一天就已经休困，真侪旅客认为讲甲旧年为了暝比起来，今年坐车的人就无旧年遐济。去年感觉有比较挤一点，对，今年其实好像有比较，就是人潮有分散啊，比平常多一些人而已啊，算正常流量。 伫咧西部国道国一路南的方向，湖口到新竹路段甲中华路段出现车多溜溜啊塞车的状况，其他路段大部分拢真顺。另外，苏花界交通状况嘛真好。国公局预计，初一国道车多的路段有国一湖口到新竹路段、中华到保盐路段，啊，阁有国三英歌的路段，中部快关到雾峰路段。可能早起8点就会开始出现车流。另外，国道5号有高升在管制，预计早起6点开始车就会真多，可能会一路塞到下晡4点。 大概跟去年的这个初一、初二的量差不多啦。那以平常这个周歇假日来讲，大概是100万车公里左右，那大概是比这个大概多2成。南下大概是以初二的量是最大的。初三来讲的话，那它一般来就是双向加起来是最大量的。那初四的话是北返的量是最大的。 高公局讲，已经规划4条长道甲7条低道的代替道路，避免用路人拢踏伫咧国道面顶。啊，若是伫咧天气变化的部分。 初一北部会开始渐渐变做侪云，可能会落雨；中南部地区维持侪云甲好天。初二开始天气会渐渐反寒，而且嘛会较湿。气象局建议民众会当把握伫咧初一进前出外拜年行春。记者综合报道。即马即个时间，一定有真侪人当咧围炉食团圆饭。伫桃园的中基永生文化村，在今仔日也举行围炉，开上百道，邀请住伫永生村的时代，甲朋友亲人子子孙孙做伙围炉。 欢喜嫁出来时势翕相留念，带入去桃园登记永生文化村4年的84岁杨奶奶，甲10多位时势同齐食团圆饭。我住在这里很开心，战争又
光复的时候又很穷，没有机会学很多的才艺方面，那在这里可以补回来。也有今年100岁陈爷爷住伫永盛文化村有10多年时间，今年5个囝儿拢为国外回来，要共同欢庆春节，嘛要提前为陈爷爷暖寿。5个儿女通通都没有回来，非常高兴。住到现在14年了，满意的不得了，哪儿都不去了，就在这边认定了这里，也不去小孩家了。成立15年的永盛文化村，自第一年200人回炉到今年是开8道，突破1000人共同享用团圆饭。200位长辈年纪加起来将近5万岁，而且现场除了美食料理之外，也有丰富的节目跟舞彩，擦亮现场的气氛。昨天就把这个环境全部清洁干净。这一次的武汉肺炎用酒精是可以消毒的，所以干洗手液就变得非常的重要。每一个要入场长辈的体温，然后我们也会做酒精消毒，然后确保每一位进来的不管是长辈家属，大家都是安全的。欢度春节同时，因应武汉肺炎疫情，主办单位也做好消毒、量体温等防护措施，希望新春盛会长辈甲亲戚朋友拢会当爽天欢喜平安。记者综合报道。即马是愈来愈侪人甲宠物是疼命命，咱人过年食甲真青草，连狗仔、猫仔也有专门的过年菜色，毋但真健康，也特别注意咸正甲实在。甲鲈鱼、甲金龟煎甲赤赤，准备开起来。另外一边准备水，放适量的中药材，滚了后再加豆腐、甲菇类，最后甲拄仔的鲈鱼、甲金龟做伙放入去，一道健康的宠物年菜。黄金养生鲈鱼就完成啊！来啊，苹果甲吹好的番薯切做一条一条，做伙放入去猪肉片内底，刷落放伫鼎面煎，一直冰冰。有真侪色水的水果猪肉羹，看起来真好食。其实将鸭翅大关节做宠物食食一点都无困难。第一个少油，然后第二个呢是少调味，那不调味其实是最好的情况。再来就是什么营养均衡，然后避开争议食材是第4个原则，就是说有一些像洋葱啊，或者是什么韭菜啊这些不适合毛小孩的，你就避免掉。少加化，宠物经济当兴，愈来愈侪人愿意开时间做食食互宠物食。不过老师嘛提醒，过年期间想要互宠物食较好的，嘛要注意，唔通互因伤大颗。还是要从健康管理的概念帮毛小孩来去做年菜这件事，所以我们可以尽量选择新鲜的食材，然后利用刚刚讲的做鲜食的原则，然后不要少了一些，比如说有面粉或者是过度精致加工、过多繁复的这些程序来做，其实是最好的。即马小家庭买物件，买济买少拢无好赚，甲宠物的粪做伙算入来，人甲宠物做伙食，身体佫较无负担。通常我跟他煮的食物就是我煮备他的份我就先拿起来，然后我要吃的部分我就另外看要加好味料还是什么的，或者是有时候是不吃就直接这样子也是很好吃。因为就是做鲜食，我觉得就是可以比较照顾到他们的健康，因为自己加进去什么食物自己都看得到。专家提醒，除了要根据厝内的宠物状况调整食材，佫要注意狗是杂食性的动物，但是猫仔是肉食性。所以煮食时需要的蛋白质是狗仔1.5杯到2杯。过年围炉加菜，嘛唔通袂记你爱甲厝内的宠物算入去。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过年过节，真侪人拢会去看物件，不过若准是碰到煎驴仔就害咯。苗栗的警方就抓到一个65岁的妇人人，伫正月初共煎2万外起，第23搁再现身，想要趁着人沉沉的时阵，共偷摕物件，想袂到10千界牌去互警方抓到啊！敢是去翕到细路的犯人假装要买衫，毋过甲边的人离真远，骹手真美丽的甲骹帮的夹裤拍开，而且佫摕衫炸条咧，得甲皮包偷摕走，过程无甲几秒钟，抢到2万块。犯人23佫一摆倒来市场，去互目睭进来店头发现伊的行踪，全去互警察抓到。在民众的协助及指认下，本分局发现日前在中山路早市涉嫌窃盗民众财物之刘姓窃嫌。警方查出负责人有窃盗的前科，骹手是真美丽，用窃盗罪嫌来上班。警方表示，嫌犯上阵年纪高办年会的人真多，锁定市场或者是年会大家来下手，而且这几天大家无用伫办年会，警方嘛摕风扇头伫咧市啊，呼吁大家讲卡棒要顾条。拉链一些大颗的，要帮他拿到前面来嘛，不要前面来了，不用前面的，要拉链拉后。
就讲卡邦伫咧后壁，或者是牌仔排高边的，拢是相关的目标。警方提醒，若是拄到人真济时阵，拄了甲卡邦排伫咧刑坎头前，牌仔嘛爱伫刑坎排处处，只包爱藏伫手摸会到的落地啊，而且嘛爱避免甲别人相弄，拢是保护家己的办法。而且过年要交啊诈骗真济，台中市警方嘛统计出，今年的诈骗西受排名，上高红诈骗的第一名是秀兔。目前最疯的就是网购型的诈骗，这种诈骗也占了整体诈骗超过一半最多。台中市的警方统计，去年规年诈骗案哄骗上济，就是秀兔的被害者。若是今年是7年，建议西受秀气、秀兔、秀马、秀羊、秀鸡民众爱特别注意。上重要嘛是爱谨慎，才会当预防去互诈骗。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是过年的第2天，有民众趁机会未出国。桃园机场在今仔日出入境的人数也超过12万人，也因为武汉肺炎当日严重，去到机场的旅客甲航空人员拢是挂嘴网，特别保护家己。另外，对香港来的旅客也拢有挂嘴罨，因也讲香港的嘴罨介绍已经起价。桃园机场为了每一天虽然无排队排真长，旅客要报到也是要等一段时间。武汉肺炎当地流行，差不多每一个人拢挂嘴罨，包括航空公司的地勤人员、空服员。这个7天的年假，桃园机场预计为了每出入境的人数超过12万人，嘛有真侪义工趁休困出去佚佗，公司嘛提醒因要注意家己的健康。都会有做这个宣导给那个义工说，因为现在有这个病毒在传嘛，传呢最好要戴口罩。其实蛮多的都有戴口罩，甚至有哪里不舒服要尽快去看病。除了台湾人自主防护，对香港来的旅客嘛唔敢放冷。入境的时阵，差不多每一人拢挂嘴罨，嘛讲当地嘴罨的介绍一直在起，一箍已经起到要新台票3000块。香港现在的那个口罩那个价格啊，就是上涨。你在街上面看到戴口罩的人比例没那么高，那消息出来了以后，他现在戴口罩比例大概应该都有6成以上，6、7成以上。高雄小港机场早起是出现要坐越南航空的人，有人因为烦恼讲武汉肺炎的关系，转来挂2个嘴罨来保护。有一点啦，但是还是很小心啦，也是戴口罩而已啊，也不知道怎么预防啊。为了预防新型的冠状病毒啊，对啊，所以就是大家还是做好自我的健康管理。高雄机场预计过年期间，一天超有23000人次出入境。面对防疫的部分，机场工作人员同款嘛是挂嘴罨，甲自主管理做好。记者综合报道。甲新北市永和甲台北市接起来中正桥也使用83年啊，因为伤久，对昨暗开始进行拆除作业，希望利用连续5天的时间全部拆掉。台北市长郭文德在今日透早去到现场视察，讲利用过年期间人较少，也请民众多多包涵。大型机区分别一直开学，台北市中正桥引导的拆除作业，自小年夜23暗时正式启动。有住伫附近的民众对老桥要拆是唔甘阁欢喜，趁着日时天气也阁袂歹，特别来翕相留念。终究有感情了嘛。但是我们也非常感谢台北市啊，能够帮我们几十年来这个老桥把它弄掉。下层是市场，然后上层是商场，所以小时候是喜欢跟着妈妈到处去买菜啊。其实它后来有点没落了，所以如果说可以把它做一个更新的话，其实也蛮好的，因为它基本上已经都没有在使用。有83年历史的中正桥是连接台北甲永和的交通要道，不过因为桥体老旧，加上防风设计无好，所以北市府伫去年决议要拆除中正桥的国家主体引道，也有下面的自强市场，相关作业继续进行。应该可以了，这个郭市长他们都。因为1年当中也只有这个时间有办法封桥的，其他时间整个交通流量太大了，这几天一定很吵，所以这个附近的居民就要多包涵了。下雨是会少一部分面，但是它有个好处了，反而混尘量会比较少。市长郭文德为了早起伫现场视察，表示进度看起来袂歹。其实2016年台北市同款是春节期间拆除中孝桥引道，这摆的中正桥拆除也主打闪电战，要连续5天无停工，估计初3、27暗时完工。以台湾跟大陆交通这么频繁哦，要避免说台湾说完全没有便利出现，我觉得相当困难。所以现在的战略就是一出现就要立刻要封锁库。至于目前应用武汉肺炎疫情，台湾防疫等级为3级升到2级。郭文德再次表示，若讲发现有零散的个案，会集中处理。记者综合报道。
正过正，敢有要去倒位行行咧？真侪人会去庙里拜拜，也有的人选去行村佚佗。台湾真罕见的白色樱花Formosa樱，最近伫嘉义的山区开甲满山坪，真侪民众拢嘛想要去欣赏。地方政府为着要吸引观光客，也拼性命宣传，亲像屏东县的彩灯节，宣传影片的内容真正笑亏，阁有意思。在嘉义阿里山乡公所附近的步道，台湾才有的Formosa白樱花已经开啊，甲边啊粉红色的山樱花配合起来，看起来真典雅。而且伫咧嘉义梅山乡嘛看得到白樱花。这次是从那个 FB 有蛮多亲友都有推荐这个地方，所以就上来体验一下。当地导览员讲，白樱花花期超伫咧1月底2月初，民众会当把即届年假来看，而且地方政府为着要吸观光客来，嘛想真侪办法。伫联合国小对面，俺发现即马世界上悬的陆生动物麒麟鹿。行来麒麟鹿非洲象即歌灯的头前，主持人用真笑诼佮趣味的方式来介绍即歌灯，这是屏东彩灯节的宣传影片。打开起咧网络，就引起大家讨论。我们自拍、自导、自演、自剪，甚至于所有的脚本也都是自己来，还有书画也都全部由同事自己来。我想这在公部门里面应该算是一大突破，其实帮公部门省了不少的宣传的经费。网友俄罗讲有创意，县政府表示，这是当初家己翕、家己演的影片，目的是要请更较侪游客来屏东佚佗。啊，毋过为了美重点也是专家团圆。24下晡，高雄各大饭店佮餐厅嘛出现来摕年菜的人，总数超过2万份的年菜，嘛互预定的民众排队排甲长落落。不离个嘛互过年的气氛更较重。记者综合报道。伫咧玉山卡有一个本土的部落南安部落，当地居民拢用有机种植的方式，完全尊重大自然。伫因的菜园内面有90种台湾原生的豆仔类，伊来希望讲原生作物甲本土的传统智慧，拢会当保存落来。雨伞围着伫拉古拉库溪边的冲击平原，资深基金会甲南安部落居民拍拼6年，专做出20公顷的有机稻田，环境脱离化学农药的污染，一度消失的物种也倒转来啊！这片田园即马数量真少的，尤其是细节啦，是全台上稳定的栖地。这条鱼是台湾特有种，只有宜兰、花莲、台东才有，28年前就已经没有了。你只要对我们的大地做更多友善的方式对待它的时候，它的回馈速度是非常快的。因为透过豆仔类处理营养的速度紧，传统部落的饮食文化中，豆仔类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南安部落居民保持将近20种的原生豆仔类的品系，田中央有一座茶座的建筑物，就是因的保证基地。我们把它叫做文化公寮啦。然后我们希望带着孩子来跟我们部落的长辈来学习布农的生活里面是怎么在体现有机这个事情，怎么体现人跟环境的一种和谐共处的一种智慧。树豆，金针豆，看这里，来，在一个大自然的教室学习，我觉得这样子比较快。你如果一直看簿子，去看画图或是影片，他们永远记不起来。甲瀑布关系的保证无同，这个种子是青青被保存着。已经超越了我们保种的概念，就是标本的概念，而是一个活的保种。那我们当然希望在这个活的动态的保种的前提下，把这件事情一步一步都做得更好。在生活中保证以有机种植来维持环境纯净，一面种原生豆仔类，一面传承部落文化。居民毋望这寡珍贵的种子会当向下面拍基础。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北部地区对17度到28度，中部地区对18度到27度。南部地区对18度到29度，南部地区对18度到27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13度到23度。在新闻的最后，嘉豪也祝为观众朋友新年快乐！
金秋开花好结果，厝前厝后得财宝。路途5寸深，满地出黄金。东西南北去，互恁万事拢如意。也感谢您收看今日的验视文，马上跟的时间，咱再会。